接下来我们进入到单元3，自我表达类。考题当中常常会出现问你的喜好、想法，你会怎么做？遇到这一类的题目，希望你能够自我表达。接下来我们带大家来熟悉一下这类题目的回答方式。在自我表达类当中，我们先来看第一种我最喜欢的情境。先来看一下示范题，请用几句话讲出最好的3项运动。这一个题目问得很明确，3项运动，所以我们的句型当中就要先想好有第1项、第2项，还有第3项。套用了句型过后，我们可以这样回答：平常时我最好的运动是打籃球、游水，還有踢腳球。那麼我們再多做一個練習，我們來看一下示範題型，請用幾句話講出最好食的3種果子。一樣，我們把這剛剛練習過的句型套用進來，我們要想清楚有第1項、第2項，還有第3項。套用了我們的句型過後，我們可以這樣回答：我最好食的果子是葡萄、西瓜，還有토마토。